嗨，苦瓜。Hello， 你好。梅干扣肉。广告中美丽干练的女主管，心系定妆，化身为游民，又是一出全客语发音的戏剧。闽南姑娘黄彩怡再次挑战，敢讲而已，敢讲。对，现在就敢讲，然后就不管怎样，就是乱讲，就是因为自己已经知道那个腔调跟他会发音的一些窍门。无畏所以成长。黄彩怡第一次演客家戏就获得金钟奖最佳女配角，将自己全数沉浸，是她融入客家的心情。我觉得很特别的是，跟想象中的客家的那个东西很不一样，是我没有想到是我那么自在耶，就是我其实好喜欢这个东西。用情感投入，客家话好像融在血液里。要成功是拼不拼，而不是可不可以。演戏像织布般在各个方格里拼凑自我。黄彩怡现在1年接拍1部客家戏，超脱言语，活络了每个角色。很多年来，我们很期相爱，佢做乜佢都唔錯。刚刚导演跟我说啊，就是现在找你演客家戏，语言已经完全都不担心了，因为两个哈巴公都懂后，你的客家话已经讲得很好。那么现在你跟我弄，非客级演员得奖肯定，而且成了客家戏剧的固定班底。黄彩怡下苦功证明了，勇敢去尝试，会闯出意想不到的天地。两个哈巴公都懂后，感谢唔给我弄。两个哈巴公都懂后，感谢唔给我弄。